你想玩嘢啊？我忍咗你好耐啦。原来在办公室里，阿强又单单打打，在老板面前将阿乐的功劳据为己有，甚至暗中在电邮使绊子。阿乐每天下班都过得极度痛苦，满脑子都在想如何报复，如何反击。这种敌意开始影响他的睡眠，连面对家人也变得暴躁。為了對付一個我討厭的人，我竟然把自己變成了同樣討厭的人，這到底是在懲罰他，還是在懲罰我自己？每個人都有盲點和軟弱，對方可能只是因為家庭壓力或一時好勝才刻薄。其實剛才阿強提到的部分，我們組昨晚做了一份後備方案，正好可以補上這個數據漏洞。今日無該曬，我都係為咗個 project 順利，遲啲一齊食飯。原諒或者釋出善意，從來都不是一種懦弱的妥協，而是一場高智商的心理急救。當你選擇放下敵意，你不是在放過對方，而是拒絕讓別人的過錯繼續綁架你的人生。主動踏出這一步，你才能拿回情緒的主導權。真正的自由，是從此不再受制於仇恨。